今仔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有民间团体是来展出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有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咱台湾立陶会运动的影像，希望讲甲无共时代民主的火会当互因继续传落去。 一张为民主抗争的相片，在金色的脸庞当中来呈现。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华人民主倡议协会特别举办摄影展，布展人分享是以日本传统工艺金价为概念，甲无共所在的行动，用修补碎片的方式连接起来。从破碎的民主中，我们去结合，就跟经济，它是用一种技术去把破掉的瓷器去做修补。那其实就跟不论是在中国，他们失败天安门，或者是后面香港失败的反送中，这些也不算失败，它就是一个延续下去。那我们也可以在台湾这个民主的地方，可以就是持续延续下去。六四天安门事件幸存者也在现场一再强调，看到香港过去反送中运动到现在互压迫的状况，台湾人一定要有警觉心。而今天，如果我们台湾人、台湾民众不认识到中共的政权的残暴性的话，如果失去了警惕性的话，这对民主的台湾、对台湾人民的现有的生活方式，那是极大的一个威胁。另外，华人民主倡议协会表示，中国最近真正对台侵扰规模也直直扩大，希望用影像来提醒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要有觉醒。在咱生活当中，在咱的这个政府，在咱国会当中，嘛是足多吼，对咱这个国家的基本的价值认识无清楚的人伫内底所以其实咱的危险嘛足大的，所以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啦提醒台湾社会。协会表示，摄影展会伫中正纪念堂展到6月中，通看到对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香港反送中运动到台湾的日头会运动现场记录，希望全民众反思民主自由的韧性。记者刘家嘅林晓凯台北报道。